窗框的玻璃窗仔内底放真侪本参考册甲杂志，这都是歌基华的故居，嘛是伊所创办的第一出版社。歌基华出世伫咧高雄左营，大学毕业了后，伫中学做英文教师，人生才拄要开始发展，却因为左派思想，被国民政府抓去关。有一个学生啦，去互特工人员抓，伊的课本内底是写讲，伊这老师哦，拢有参加共产党，伊是信口开河。一个合作陈文波，这个老师哦，是伊个科技化的同学。我来想，啥物人会当证明你是清白？你字甲伊讲，伊就列出3个人的名，其中一个就是科技化吧，4个特工。去迄个科技化大所在去搜查，找一本迄个唯物政变化一本册，所以人家特工认为讲思想左倾，而且有迄个叛乱的嫌疑，尾也甲送迄款去历岛受训，互人糟蹋2年了后才放出来。伊无偌久，就甲伫咧国校教册娶阿里女士结婚。而且开英文补习班，因为教较真好，家己出版的参考册嘛卖甲卖富人，所以伊伫高雄6合1路创办高雄第一出版社。伊融合几落档教英文的经验，总算伫1960年出版《新英文法》，这是一本台湾学生学习英文一定爱读的册。新英文法出版还未1年，伊阁受到牵连，第2摆互人抓去关。他有教到一位学生姓吴，伊阵啊伫台湾大学有写一张报予迄个伊带伫日本的阿叔。伊讲台湾哦，国民党统治什么非常黑暗。假如是这样乱下去哦，可能有第2次的228事变发生。咱这邮局有咧检查嘛，去检查过，尾也查讲伊这学生是科技化教的，所以第2次哦，就以这个逮捕个再入狱第2次。国民政府调伊治甲害，刑期满嘛唔放伊出来。伫娶阿里女士四界走踪，阁关3冬了后，才放伊出来，拢总15冬。伊无法度陪伴家己的囝儿大汉，厝内消息嘛，敢若会使用批来联络。伊写批来问讲学业安怎保姆注音符号下来，咱就只好保姆就写批转去。我到国语才知影讲伊怪伫台东太原的代志安尼。去关心的嘛是学业。就问讲安怎学校安怎我迄阵足巧的，我迄阵就知影讲，去爱合伊讨论新英文法，伊遐甲伊讨论伊迄本册安怎读啦，心得啦，有啥物心得啦、感想啦伊就足欢喜。好佳在有家庭的支持，互伊振作。伊用文化反击恐怖统治，编印台湾文化图书目录。佮创办台湾文化季刊，伫1992年用日文完成自传小说《台湾感觉岛》。高雄市啊，迄个出版社的业务，大概拢是伊简单甲阮说明一下吼，啊，就阮去处理，啊，伊介少是伫迄落楼骹，伊拢是伫家己的主房咧。写作，在看册安尼。民主路上的花甲目屎，伊用笔一字一字写落来，将承受的苦难化作一部民主参考册，用身躯做教材，将民主的意义教予大家。